看下来，看哪位准备按到乜嘅材料。一开始吼，我先攞呀姜嘛吼，韩国酸的，然后给切切。姜嘛吼，我差不多3皮啦。3皮。哎，然后给切3皮。酸条嘞？酸条就全部攞给砍碎就好诶。哦。哇塞！太夹了，系嘛？我看慢条的嘛。啊唔怕，还有冇该吞薯人来讲？等一下哦，给香菇啊，香菇咩会攞给切悠悠切条啦，切丝啊。哦，冇问题，冇问题。哎。好了，然后给切切啦。我生下来后，因为我用暗瓜，放呀高牛，故说我攞呀暗瓜嘅水，然后给沥剔。哇，今年你刀工按好，也没麻烦你，然后给切到悠悠。好，哇，你最近切到东江呢？故说我等下就材料准备好先，研究做得来用天火嘅啊来炒呀暗瓜。用做得冇？做得。好，按用准备好以后，等下就做得拿来炒了。用天火嘅来做菜。手工嘅材质就做得拿来做，用下去。炒一下，哎呦，正经做得炒出来。做得咯。来炒香菇啦。香菇，帮你煸一下。等下我会煸嘅那个暗瓜。暗瓜。你切嘅暗瓜，给煸一下诶。煸下就做得老呀暗瓜。有熟嘞。倒落去嘅。含油俩，加埋个油葱酥。嘿，好，用落去。油葱酥下去就冇咁用嘅嗬。係啊。好，再個炒炒以後就做得老呀。家下人哋暗瓜嘅水，然後佢倒落去，就做醬用嘅。韓國做得再個加一些咧調油老嘅嘅醬色，較醬。嘿，醬色。色香味俱全。冇錯。韓國啊，因為有標牛，故說韓做得標到嘅米酒，韓較好食。好。韓國再過來標一些咧胡椒粉，睇拍胡椒粉。哦，再過來再過一些咧糖，差唔多按呢再過落去炒炒啊。我本佢烚差唔多3到5分鐘，然後佢烚一下，呀韭菜啊落去炒炒啊就做得了。OK 啊，我聽本意思。哦，什麼？哎呀，他基本你鵪鶉食到飽，食到飽啊！吃到肚子饱嘞，肚子搖嘞，上班嘞，是上班。哦，很香哦。嘿啊！哎呦，哎，给你吃饭，给你跳舞啊哟。